不可以请你就诉说一下我们说用分裂这两个分值这两个字好，用分值这两个字。谢谢。其实我投的事工也不是偶然的啦，不是说今天我想做我就可以做，这是非常千真万确的事情。再说那时候我年龄也不是很大，大概是在17岁的时候，17岁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李君甫牧师，那时候常常来关心我们张苏安教会的时候，就是还在中心路那个地方。其实，在那时候，吕牧师对我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生命的转捩点，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的那种对神的那种敬畏，还有他敬虔的态度。然后当时他也没有什么薪水，他就是白天上班，然后又在教会服侍工作，讲台的工作啦，教会所有的琐碎事情，青年啦、主日学啦，他都有在参与。所以我看到他那种精神啦，所以就把原本在我里面有一点点爱主的心，就这样子一下子就被提升。所以说，吕君甫牧师在我的心中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位，在我的灵命里面。所以我一直，我不管以后牧师他会怎么样，他的光景是如何，这个对我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最主要的是我看到他那种服侍的态度，让我看见一个爱神的人就应当有这样的态度，就是要很把全部的就是非常认真的、很负责的态度，就把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来完成。当时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上帝给我什么我就要把它做出来。不管今天我是年纪小也好，是年纪非常的轻，也许我没有什么分量都没有关系。在当时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讲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只认定一个目标，就是说今天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是要来荣耀上帝的。我当时就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就很积极的来投入所有教会的事工。其实，在当时不仅是青年主日学青少年，几乎都是在教会里面是我一个人带。就从那时候就从15岁开始，15岁。那在我就民国70年的时候，是我22岁的年龄，所以可能要推算我15岁的时候大概是民国几年，可能是要如此的推算。所以一直到在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已经搬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小教会，就是在三光社区那个地方，就是建立三光社区。那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搬到那边了，然后我也一样，我就从那里大家一起就迁移到这里，然后主日学、青少年、青年我就一起带，分开带，但是是我一个人带。那中间呢也有很多的同工啦，但是同工都是做一下下，然后就不见了，蜻蜓点水，然后就不见。但是我就是一直持守那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大概10年之久。之后我就是因为搬家嘛，我就搬到宜兰，有一段时间我就搬到宜兰，然后高雄。那时候我就把所有的一个很有系统的，也很有这个次序的，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东西还有我主日学的教材整个就是交给那个刚新光长老。我就告诉他说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带了。我不是说一走了之就什么都没交代，我是非常清楚的交代给我们的刚新光长老，然后我就搬家，首先是搬到高雄，然后再搬到这个宜兰，就是一段时间在那个带这个青年的里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在我们三光社区有天主堂，也有基督教就是我们张苏安教会。当时天主堂它没有什么主日学没有，青年没有，青少年没有，只有我们教会有。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带这些，因为我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这个
干部或者是教员，不是，我完全都是就是读经，然后祷告，然后在上帝在我里面的感动，然后我再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我就模拟，好像沙盘演习这样。我自己就在我们的家，或者是我到教会去模拟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方法，我就亲自去模拟，然后亲自去自修。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把整个的故事整篇的故事全部都背下来，就很像我在学校背演讲一样，我整个都背下来。那久而久之，这个技巧越来越灵活了以后，我就觉得上帝给我的这个方法真的很受用。所以在这一方面，我的老师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那么在当时，我们的青年非常的火热，还有主日学也非常的火热，火热到一个地步就是所有整个三光社区的小朋友，全部都到我们教会去礼拜。时间一到，我音乐一放，小朋友就全部都来。青年青少年也是一样。然后到一直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这个天主堂他已经感觉到，好像已经被震动了，他们就开始禁止他们的小朋友到我们教会来。可是小朋友还是会来所以每一次小朋友一聚会就是50-60个，当时50-60个，原本只有我们教会只有大概20-30个我们教会的小朋友，后来火热到一个地步，就是50-60位小朋友，每一次聚会都有那么多。我有非常多设计的节目，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爱神的心、坚持的心要把最好的呈现给主的时候，如果你就想到说，我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小朋友，我想这个是不够的，那个力量非常的有限。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去。所以在这当中，我就发现，只要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神的话，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就是我要把我的认真是要献给主的我所设计的课程是要做给主的我所准备的所有的一切是要做给主的，那一切都可以解决。所以当时我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是完全对神负责的心，然后我就看见这个主日学的一个成长，然后又看见这个少年的成长，然后也看见青年的成长。我们的主日学是从没有到有然后从青少年是从没有到有，青年也是从没有到有青年是很早李金福牧师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被成立了所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所以在这里面真的我感受到真的是获益良多。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居然可以成大事，那个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个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成就，所以这个都是要归给神，是他的荣耀带来这么样的一个复兴。所以再往后我的认知就是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在任何的一个岗位上，是牧师也好，是传道师也好，是长老也好，是执事也好或者是更小的是执事啦，或者是组长啦，或者是做更微小的事情的扫地啦什么，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不要看我现在这样我是长老或者是什么的，我还是一样到教会扫厕所，真的每次教会脏脏的时候厕所很脏的时候，我还是会自动去扫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非常平等，然后你要懂得去抓住这个福分，然后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是你的机会，这是你的福分，你就会很认真去做。所以若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教会一定是会一个非常蓬勃有生命的教会，然后你自己的生命也会非常的健康不是摇摇摆摆啦，或者是很容易就被什么给诱惑去然后就离弃教会啦，或者是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
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是要跟大家一起共勉励在这个部分，就这样。好，然后第二那个分裂的可以讲吗？分裂大概讲个1分钟、2分钟就好了，它的过程。其实讲到这个分裂了，当时我们是这么说了，当时我们是说分裂了，因为每个人的认知都不同。那我呢，当时我不知道大家会是怎么想、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当时是非常的痛心，我的痛心就是，我真的是很爱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我用生命奉献的，是我认定的，是我跟神交通，然后有更深一层认识的地方。当然，我真的是舍不得这个教会。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可能大家就是想说，一个祷告的，一个不祷告的，在当时的认知是这样。然后就是水火不容的情况之下，就是理念不同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一些芥蒂有了芥蒂以后就没有办法相容可能就是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但当时是这么想，但是事过境迁，后来我可能人也会慢慢长大，我再回想这个事情，事实上不管怎么错，或者是怎么对，都是传道人的错。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所以我说，我们要向神负责。我这样讲并不是推卸责任并不是说推卸责任，因为弟兄姐妹怎么会知道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这个是我事过境迁，过了多年以后，我慢慢去思索这个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也会围绕在我的心然后我也会当然是会怀念当然也是会想我们的教会，我也会看到教会的成长的时候，我当然这些事情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所以弟兄姐妹怎么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然弟兄姐妹就是传道人怎么说他怎么听嘛，对不对？然后牧师怎么讲他怎么听嘛，然后长老怎么讲弟兄姐妹怎么听嘛，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千错万错就是干部的错，谁都没有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切是大家要负的责任，当然我也要负责任。为什么当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判断？为什么当时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很好的沟通？我想这也是我一个很遗憾的地方。不过呢，后来我又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多年以后，我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又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做干部的，我们身为这个神的仆人、牧师，或者是长老，不管是在哪个岗位的，只要是神所召选的，都要有一个认知跟一个使命，就是要完全的为道，要保护教会。即便教会有很多的分歧，即便教会有很多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持守，就是要维护教会的合一，要维护教会的和谐，因为这样才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我很不赞成，就是教会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及时的解决，然后就按着个人的方式，或者是按着自己所谓的一个感动自己的感动，然后就把它当作是神的感动，然后就说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其实我觉得不必要这样子，一定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宁可牺牲个人的利益，或者是宁可牺牲个人的所想要的东西，来成全教会的成长，
来成全教会所有的合一。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知道当时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引起很多的争论，也有很多人受伤，也有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是要，如果在当时，在我的部分，在教会的这一个事件上，在我的部分里面有被我伤到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干部，真的我要很真诚的要向他们说声对不起，要说声抱歉，因为也许也是不懂事，想的也不多，然后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当然我不会推卸这个责任我也要向神来认这个罪，来向求神来赦免我们这样的罪，然后更是求神来怜悯我们两个教会，目前两个教会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和谐，然后更大的合作空间，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也许我们会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走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更好、更高的境界。那是要除了相信爱神、敬虔的态度以外，这也是我们要大家一起努力的。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教会就不要分彼此，然后尤其是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侍奉上，我们打开我们的城墙，打破我们的城墙还有我们那个思想上的城墙，能够一起来做，为我们的社区、为神的国度一起来努力。这个是我比较现在比较想要的，也比较希望看到的。因为在我里面，其实樟树教会就是我的教会，不是只有喜安教会是我的教会。一生的贡献、一生的奉献、一生的心力，我都放在神的教会里面，这也是我愿意的。当然，我也希望以后能够持续的我们的教会都能够这样复兴，是站在一个被神使用、被神祝福的一个领域里面。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当然这是轻描淡写啦，我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这个事件的发生的完结是怎样，因为我刚说过，每一个人的看见，每一个人的这个见地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但是在我来看是这样。我比较苛责，我比较会追究，就是这个做领袖的没有做好榜样，做领袖的心胸太狭窄，做领袖的没有宽阔的肩膀，做领袖的没有肩膀去来扛所有一切所该扛的责任。所以这个是我比较 care 的地方。谢谢。那最后因为我们40周年，樟树教会40周年嘛，然后可能会邀请你讲一些祝福樟树教会40周年的一些感言的话，那样子。在什么时候？简短就好了。在11月30号这一天。可能我们这一次可能比较提出，可能今年可能只有一些纪念，小小的纪念没有扩大。没有像30年这样。可能要等到明年嘛，41的时候我们才扩大活动这样子。你是说就是在那一天，就是要去到樟树教会吗？就是回家吗？还没有，可能就是明年吧。是这样子。今年只是纪念一点点明年可能会比较扩大一点。这样子对。那就是明年的时候。明年的41周年的时候。这样子。非常的乐意。然后就是说，讲一些比较祝福樟树教会40周年的话，讲个短短的几句就好了。要不要先思考一下？就是现在吗？还是到时候？现在要录一下，然后我们到时候观点可能会录这一段，曾经经历一些
会长、长老那些历任的那个祝福。这样子。其实要怎么讲呢？我们就是归给神嘛，我们就依靠神嘛。其实樟树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伟大的教会啦。从那么小的一个教会建立到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羡慕。当然我希望这个羡慕不是只有外表，我希望樟树教会它是一个非常有恩膏、非常有能力，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人人传道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个使命，愿意为神赴汤蹈火，也愿意为教会做任何教会为着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祝福就是樟树教会所有的干部，还有牧师啦，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在神里面凡事兴盛，身体灵魂都得长兴盛，得神祝福。好，谢谢。谢谢。14点。那时候真的是有一个目标啦，不管是什么身份，就是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是最重要的。所以什么都不要想。如果说思想尤其是我们做神的工作服事的时候，就单纯最好，什么都不要想。像我现在就是，我常常祷告，在我的服事上，我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所以就觉得说不会很沉重，就觉得很轻省，然后就觉